他说这个都不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的责任，单单是要伫世界活出上帝国的款式，就是应该爱安怎过生活，咱基督徒的这个世界好好啊过生活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就是在家里，真做一个好的老爸，真做一个好的妈妈，真做一个好的囝儿，真做一个好的兄弟姊妹。伫咱的工课顶面，真做一个好的同事，真做一个好的老板，真做一个好的新郎。伫咱的学校，真做一个好的老师，真做一个好的学生。伫十字路口，真做一个好的过马路的人。不容易呢。就是你不闯红灯，你还会扶什么？扶小狗过马路，不是扶老人家什么过马路？咱伫咱的日常每一个细节，甲上帝伫咱心中的稳定显明出来，这就是咱的责任。至于咱甲咱的对上帝稳定显明出来了后，会有啥物款的结果？各位兄弟，毋是咱的责任，嘛毋是咱要负责的。咱放心安那，交托给上帝。不要念之在之，我想让谁成为基督徒，我想让谁得救。各位兄弟，等到咱安尼咧思考的时阵，咱已经变做啥物货？咱就变做啥物货？咱就变做上帝啊！这是一件危险的思考。搁一届，我亲爱的兄弟，搁一届会提醒，咱伫世上的责任，单单是活出上帝国迄款的款式。若有人因为咱的性命的展现，因为咱生活的款式，愿意来认捌上帝，愿意甲上帝和好，咱哈利路亚，咱感谢，毋是咱外交，是咱感谢。若咱的好行做，咱的水的款式，拢无人看到。咱嘛感谢，因为这就是咱生命的本分，本来就应该爱展现的。毋茫咱今日会当对这段经文得到帮赞，因为这段经文遐尼厉害的讲道，一讲5000人洗礼相信的讲道，其实若即讲伫台湾讲，遮新妈祖的拜关公的，无人听有。这会当真做一个重要的提醒。咱是用咱的性命，伫这个世间在传福音，用咱的性命，用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，让当心来祈祷。